观众朋友，你敢有用平台来叫外送？今嘛Uber Eats 公告讲，对今日开始调整会员方案，要甲免收外送费的标准提悬，减少服务费的优待，也外送时间若去签到，本地有的即个补偿机制呢要来取消，也这个变动呢是互消费者真不满哦。台北法务局就讲，业者这边呢是同意甲春节的期间延到6月底，消费者若是无同意新的方案，要把握时间进去提钱。 现代人生活较无闲，有一寡人要食物件时阵，拢会叫外送，较省时间。严过 Uber Eats 的广告，自5月30开始，将会调整 Uber One 会员的订阅方案，包括新鲜集会加其他非餐点免外送费的条件，自原本的299块调降到399。调降服务费抵扣的优惠，也有取消延前补偿的机制。很无奈。 因为自己平常在订，就突然被调高，会很不习惯这样。会觉得福利受损，所以就会有些人就会想退。对，应该要按照他原本的契约走。如果跟原本的权益不一样的话，一定会多比较。根据服务局统计，Uber Eats 的公告到即马已经受理6件消费者的申诉，包括 App 系统依然回复民众 Uber One 会员方案，领订阅制已经超过7天的退款期限，无法度协助退款。 一个向 App 客户反映讲要退款，却一直拢无得到回应这款问题。服务局认为，这项变动已经影响年订阅制消费者原契约的应该享受的权益，违反诚信原则，要求延长退款的缓冲期，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。 北市府已要求业者延长退款缓冲期，让消费者可以依照原契约使用到订阅期满，研议补偿的措施，并强化通知义务。提醒消费者，若不同意新方案，其把握缓冲期在6月30日前申请终止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在协调了，业者同意将退费缓冲期延到6月底。消费者若是无同意新的方案，拢应该把握时间赶紧退钱。Uber 是回应讲。 已经再一遍通知所有会员相关的权益，对法务局的意见，内部正伫咧积极的建议，也希望有机会会让进一步加持续讨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